哇！香港又有新樓盤成為新票王啊！收票短短1個星期，收咗42000票，超額認購196倍啊！至於係邊個樓盤呢？就係我身後嘅西沙灣士耶瓦斯。西沙灣士耶瓦斯係新鴻基用咗30年時間打造嘅一個超大規模嘅綜合發展區。呢度除咗提供9600伙住宅之外，仲有3個商場、130萬尺嘅運動設施同埋水上活動中心。高柏一期商場除咗有唔少嘅知名食肆之外，仲有萬刀甲開設嘅游泳中心，加上一間劍擊學院，同埋最大規模嘅係佢有一間容納到1500名觀眾嘅創夢館，我形容為小型紅館。有人話西沙灣山卡啦，計我話你唔知就唔好亂講啦。小區樓下自設交通總會，超過11條嘅巴士路線可以出返港九各區。我經常坐嘅580 15分鐘落到沙田市中心。大學站582號10分鐘已經去到。高柏2期商場已經開張咗嘅有一田超市、OK 便利店、中大醫務診所，甚至乎暑假會有英基幼稚園開始收新。士耶瓦斯一期收樓短短1個月時間已經成交咗7宗嘅二手買賣，最少嗰單賺咗45萬，最勁嗰單賺咗91萬。但係而家2期嘅價錢仲要賣翻你1期嘅價錢，簡單嚟講即係咩啊？即係發展商擺明俾錢你賺。跟住帶你入嚟咧，我哋住戶專上嘅候車室，過嚟呢邊啦。咁我入到呢個位置咧，就係我哋住客先可以用到嘅候車室啦。咁你見到已經有好多嘅座位啊，甚至乎嗰啲飲品啊、小食機啊，可以俾你買到嘢食。最緊要嘅係咧，等巴士最驚咩啊？班次問題，有個好大嘅芒話俾你知嚟緊架車幾時到。喂，580仲有2分鐘，唔講咁多，我去坐車先啦。